想要活動有特色，道具夠搶眼，達尚幫到你。各位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來到達尚嘅頻道。活動主題須緊扣活動核心目的與目標人群，企業商務主題側重專業正式，年輕向活動可走潮流新穎風格，同時搭配統一視覺色調與互動環節。設定時要兼顧落地可行性，避免概念過於空泛，難以佈置執行，仲需要避開敏感詞彙同唔合適嘅語境，契合品牌形象與節點時令，控制宣傳傳播尺度。此外，主題要簡單易記，方便海報、流程、周邊物料統一貫穿，提升整體活動完整度。婚禮道具係承載儀式感，營造浪漫氛圍，記錄甜蜜瞬間嘅核心載體。選擇嘅時候，建議先明確婚禮主題同核心預算，優先保障儀式核心道具，例如背景板、戒指盒嘅質感，再搭配互動與裝飾道具，令每一件道具都成為甜蜜瞬間嘅見證。室內商場聖誕掛飾需要結合空間動線、客群屬性、品牌調性，通過分層佈置打造沉浸式氛圍，同時避免遮擋店鋪影響通行。掛飾要做好固定，例如用承重掛鈎鋼絲繩，避免使用異形材質，優先選 PVC 亞克力，高度需避開消防噴淋燈具，懸掛距離唔影響人流通行。商場聖誕掛飾氛圍咁拉滿，適配唔同板塊嘅功能需求，打造令顧客願意停留拍照嘅聖誕場景。無論你想要邊種風格嘅活動道具同佈景板，我哋都能幫你實現，從設計到部分製作，全程落足心機，令你嘅活動完美落地。達尚期待你嘅聯繫。